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 Cult。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寒戰》系列嘅前傳《寒戰1994》嘅觀後感。咁故事又講述2017年梁家輝飾演嘅前警務處處長李文彬離奇失蹤。咁而郭富城飾演嘅現任一哥劉傑輝咧就認為事有蹊蹺嘅，所以就去揾簡大狀發哥幫手啦，去查下李文彬嘅失蹤係咪同佢嘅過去有關嘅。咁而故事就係隨住佢哋揭開一份李文彬喺1994年嘅機密檔案咧而展開嘅啦。咁喺正式分享觀後感之前咧，介紹下 channel 先啦。咁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咁所以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咁喺出片嘅時候咧，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噶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推廣出去，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呢套戲就咁睇宣傳嚟講啦，今次嘅卡士的確係好強勁噶，位列唔少影帝級人馬。但係實際上你見到嘅明星演員呢，其實90%都係客串形式，只係出現得一兩幕嘅啫，有啲甚至得幾秒。咁而且套戲有90%嘅時間啦，其實都係講述緊1994年嘅時間線嘅。呢條線主要都係由劉俊謙、吳彥祖、王丹妮同埋謝君豪4個演員去做主導嘅。所以呢啲所謂嘅星級陣容嚟講啦，大部分都只係湊牌面嘅感覺嚟嘅啫。好多影星都未發揮到佢哋嘅演技咧，就已經退場噶啦。我覺得係有啲可惜嘅。咁而套戲喺劇情上就係將一件原本可以好直線、好凌厲去拍嘅權力鬥爭啦，複雜化成為一盤人人有計算、處處有陰謀嘅大棋局咁樣嘅，即係簡單複雜化。咁呢種做法，我覺得係令到套戲唔少嘅戲劇張力咧都係被打散咗嘅。咁電影表面上講嘅咧係一單富商家族被綁架嘅案件，加上97前夕警隊、富商、黑道同埋英方之間嘅角力。咁其實核心好簡單，就係幾股唔同嘅勢力啦，為咗未來嘅位置咧去互相較量嘅。咁但係偏偏咧，電影揀咗最唔就手嘅方式咧去處理嘅，不斷展示唔同嘅角色有更重嘅佈局，然後又加新派系、新伏線等等，將一條本來可以好聚焦嘅主線啦，用所謂嘅陰謀佈局搞到戲劇張力咧被打散唔少嘅。成件事好似係成日喺度暗示背後仲有更大嘅陰謀，但係嗰啲陰謀咧又暫時淨係停留喺好唔單純嘅氣氛層面，多過真係變成一啲有重量、有後果嘅劇情。故事起手用咗一次李文彬後生嗰時嘅掃毒行動做引子，喺巧合之下咧撞破咗富商親屬被綁架嘅大案。其實一開頭算係延續到寒戰系列裏邊陷入大局嘅嗰種味道嘅，但係之後劇本咧就瘋狂加嘢啊！綁架案講到牽涉英國政治部、港英政府、市場震盪等等，仲鋪排咧會成為日後寒戰事件嘅起源。結果變成個個都似乎有盤算，但係冇一條線咧真正可以拉到盡嘅。表面睇咧係警隊、富商同黑道三股勢力咧去角力，而英國佬就喺背後拉線，再喺後段現身，成為第四股力量嘅。但係戲入面好多嘢都只係口頭交代，冇足夠嘅戲肉咧撐起成個權力風暴嘅重量嘅。加上劇情節奏推得好快，唔俾你停一停諗一諗嘅。好多反駁位咧，其實都係用速度咧掩蓋過去嘅。例如劉俊謙嘅角色喺冇任何談判籌碼嘅情況下咧，出現喺黑社會嘅場合，甚至搶贖金嗰度係直接洗架車喺人哋架車面前咧扭軚嘅。可想而知咧係一定會炒車嘅，仲俾人捉埋嘅。喺戲入面咧有啲情節其實只係靠氣氛咧去過骨嘅啫。事後諗翻啦，係有唔少令人拗頭嘅感覺嘅。而喺角色塑造方面咧，好多人物由出場去到散場，其實都係從一而終嘅。幾乎見唔到有真正嘅變化或者內心掙扎。以李文彬為例啦，電影一開始已經好清楚話俾你知咧，佢係個對部門手足有強烈保護欲、重情重義、肯為自己人搏命嘅 O 記高層嚟嘅。咁呢個特質係由頭到尾都冇變過。呢點當然可以話佢係同《寒戰1、2》集裏面嘅老年版本咧互相呼應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咧，除咗早年已經好護短嘅呢個設定之外啦，呢一單1994年嘅事件究竟喺精神層面點樣改變佢呢？點樣推動佢由一個仍然幾莽撞、講義氣嘅總警司，慢慢變成日後嗰個城府好深、完全熟悉權力操作，甚至願意用制度去壓人嘅李文彬呢？電影喺呢一方面幾乎係冇乜着墨㗎。佢喺成個政治漩渦裏邊反而係好被動，更多時候咧都似係一隻俾人誤打誤撞捲入棋局裏邊嘅棋咁樣。查案係佢查，但係棋局嘅框架咧永遠都係其他人畫好嘅。結果觀眾喺呢一集睇到嘅年輕版李文彬呢，就係一個性格特質好清楚，但係成長曲線幾乎係零起伏嘅人嚟嘅。所謂嘅前傳變咗主要淨係幫佢加咗幾條背景資料咁樣，例如佢老豆就係一個黑白兩道都敬重嘅人，而唔係真係攞一場事件去解釋咧點解佢日後會變成呢個我哋熟悉嘅寒戰核心人物。咁而呢個問題咧同劇本對呢個陰謀佈局嘅迷戀呢，係一體兩面嘅。越想證明自己盤棋好大咧，
越傾向咧用設定咧去撐住套戲嘅，而唔係用角色嘅選擇咧去撐住套戲嘅。同時我哋又會見到一啲好戲劇化嘅行為啊，例如劉俊謙搶贖金啦，最後就連人帶車俾人撞飛，再俾人捉㗎。呢啲場面喺感官上好似好型，但放入個人物入邊，其實係削弱咗佢身為一個專業警官嘅可信度。明明前邊鋪排咗佢有少少分析力，有保護手足嘅頭腦，但係去到關鍵位置咧就突然理智斷線咁樣。同埋套戲有幾多對白啦，都係幾故意金句式咁講出嚟嘅，即係類似於風林火山嗰一種中二病嘅錯嘅。不過我會話佢係尷尬過風林火山嘅，有幾幕真係聽到好尷尬嘅。例如發哥同成成講下嘢，無啦啦講2017-1994當年當日，即係今時今日，咁完全係好突兀啦，同埋尷尬嘅。即係正常人咧係唔會咁樣講嘢噶嘛。咁好似電影本身咧都唔太肯定自己究竟係想做政治驚慄電影啦，定係想做一套金句剪成嘅商業大片。而喺角色同埋選角方面咧，王丹妮喺套戲入面負責飾演黑社會大家姐阮先生嘅。雖然我感覺到咧套戲係好想證明啦女性都可以撐起一個黑道龍頭嘅嗰種威懾力嘅，咁但係最終喺鏡頭呈現出嚟嘅氣場咧就未必真係有說服力噶。反而會令我諗咧，如果換成氣勢更強嘅廖子妤咧，可能仲更加好少少嘅。相對之下咧，葉童個角色咧一出場就有壓場感啊，身上帶住一種好清楚嘅江湖練帥感啊。但個問題就落咗喺對白嘅剪接上。前一秒咧，佢仲對住李文斌講緊同佢老豆咧係有啲關係嘅，以為佢會放生對方啦。下一秒咧就竟然反轉咧話佢係害死自己個仔，然後咧就掹槍出嚟咧開槍嘅。呢一種轉折咧，其實如果有足夠嘅鋪排咧，係可以好震撼嘅。但係戲入面嘅剪接同埋對白嘅鋪法咧都太過急啦，俾我嘅感覺咧係有啲奇奇怪怪咁樣嘅。而喺動作場面同埋聲效處理上都出現類似嘅問題。你見到劇組咧真係用咗唔少嘅資源去拍飛車啦、槍戰嘅。例如王丹妮、劉俊謙都有親身上陣做一啲危險嘅場景，訪問入邊咧都講親身搏命點樣辛苦法嘅，但係最終出嚟嘅效果咧，無論係槍聲、爆破感、現場空氣嘅壓迫，其實都係偏輕嘅，唔係話技術好差啦，而係當年寒戰第一集嗰種冇乜槍戰，但每一句會議室嘅對話咧都好似子彈咁樣嘅壓迫力咧，其實係遠比呢一集一大堆動作場面咧更加有殺傷力嘅。而且套戲入邊嘅槍聲聲效咧都係比較扁嘅感覺嘅，喺聲效上係完全做唔到槍戰嘅迫力嘅。咁佢本來可以好簡單拍一場權力鬥爭嘅戲啦，但偏偏咧就用好多表面上好大場口嘅橋段咧去堆砌一種複雜感，結果套戲嘅張力唔單止冇加深啦，反而越搞越虛嘅。咁最後就嚟個總結比分，我會俾呢套《寒戰1994》咧 C+。呢套《寒戰1994》其實並唔係冇嘢想講，亦唔係冇題材價值嘅。本身97前夕警隊同埋英方政治部、富商同埋黑白兩道之間嘅關係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啲好好嘅題材嚟嘅。但係今集咧好多時都係將資訊量當成深度，將角色背景咧當成係人物成長，將多條劇情線咧就當成係複雜嘅結構。於是咧成套戲睇落去好似乜都有啲，乜都講到啲，但每一條線拉翻出嚟獨立咁睇咧，又覺得好似冇交代到啲乜咁樣嘅。你可以話佢係一部只講咗一半嘅前傳上集，將真正嘅爆炸點咧留俾《寒戰1995》啊。但作為一套獨立存在嘅電影咧，《寒戰1994》咧就好似係將一件本來可以好簡單、拍得好狠、好直嘅事咧，刻意包裝成一盤好複雜嘅棋局。但個棋局咧就越砌越大嘅，反而令你越嚟越感覺唔到每一步棋真正嘅重量。咁唔知大家又點睇呢套《寒戰1994》咧？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同埋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電影咧，就記得訂閱啦。下次再有電影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嘅。